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6月29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篇，弥迦书第7章18节到20节，加拉太书第5章第2节到第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有别个神会当比拼。前礼拜牧师受邀请参加一个会议，伫会议中间有甲某一个这个大学的校长、院长，甲一寡教授做伙来开会。会议开始的时阵，因为主持人介绍我是三峡教会的牧师，就是我的边是学校的院长，伊就开始甲我开讲。搁伫开讲的中间，知影我拄对加州洛杉矶附近转来伫台湾，所以阮的话题就搁跳去到伫伊住伫洛杉矶东边的亲人，院长讲因嘛是基督徒，所以阮的话题又搁跳转来伫信仰内底。伊非常好奇三峡教会要安怎伫三峡这个所在来传福音？因为伊讲三峡的祖师爷庙遮尔这个香火遮尔兴吼，要传基督教毋是足困难嘛？这院长所问的，伊提出这个问题，互我淡薄来思考。思考了一头久，我的头壳底就出现三峡教会创办人马偕，以及有关伊伫147年前来到伫三峡宣教的这个历史。我心内底想，马偕初来到伫三峡的时阵，三峡并无有基督徒，甚至阁有人摕石头想要甲钉死这个胡秋凡。伫马偕的日记中间，马偕描述伫三峡，伊讲台湾有2个所在真歹宣教，一个是艋舺，另外一个就是三峡啊。既然是安尼，为什么马偕要过来三峡？甚至伊设立了三峡基督长老教会。教会自设立到今，已经是147年的历史啊！若毋是马偕的坚持，今仔日三峡教会怎有可能有安尼的规模、环境以及到势力？事实上，咱拢知马偕所传的是迄位唯一、独一，而且佫无别个神通去三甲比拼，无通去取代的上帝。虽然三峡祖师爷庙伊的香火真兴，但是咱拢知因所敬奉的，这个是100几年前第一位移民来到伫台湾伫三峡因的祖先，所以才会称作祖师爷庙啦吼。对这个移民所带来陈家伫三峡的兴旺甲因的地位这是事实啦吼。但是毕竟伊是一个人，虽然伫伊活地的世代，伊真有可能破水会见动，但是如今只不过是一身插头红也是伫庙内底有几若身插头所雕刻的偶像，互人伫遐来拜尔定。这个用彩色去雕刻的
的这个高大的茶是完全无有能力的，无法度取代基督信仰所咧讲相信的上帝。米迦书第7章18节到20节，先知米迦安尼讲：上主啊，无有别个神会通甲你相比，你赦免受劫医生的子民，你无久长来受气，却用不变的疼来对待阮。你袂阁一概用仁慈来对待阮，你要将阮的罪踏伫咧土骹下，陷伫咧海底，就亲像你古早时代应允阮祖先的。你要对亚伯拉罕甲雅各的后代来显示你信实甲不变的疼。伫旧约时代的偶像崇拜，无法度甲上帝相比拼。伫福音书所记载，希腊罗马时代道神崇拜的对象，嘛无法度甲上帝来比拼。因为所拜的拢是人的手所雕刻的偶像，无论是假神啊，或者是讲伪人啊，迄拢毋是真神，无法度报酬人。相款的，如果咱今仔日伫信仰的礼仪中间过头来重视，将礼仪看作比上帝更较重要，那安尼礼仪就甲救恩无关啦。因为救恩是对上帝来，毋是对礼仪来。教会中间每一个礼仪拢有伊真深刻的信仰意义，迄个目的是要帮助人更较认捌上帝，更较亲近上帝，更较倚靠上帝。绝对毋是来高举礼仪限制救恩。就亲像犹太人因所坚持的割礼同一款。保罗对割礼的看法，甲犹太的传统有真大的冲突，甲无共。伊讲：我保罗心中甲恁讲，如果恁接受着割礼，基督对恁就无有意义。现在我搁一概来警告恁。任何一个接受割礼的人，就必须爱遵守全部的法律。想要倚靠遵守法律来得到甲上帝有合宜关系的人，就是甲基督切断关系啊！家己绝断甲上帝的恩典，直到咱所热切仰望的。是上帝会互咱甲伊有合宜的关系，这是圣神的力量借着咱的信心来达成的。因为当咱伫基督耶稣的生命内底的时阵，受割礼甲无受割礼拢无有甚物关系，就迄个用听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才算是重要。如果咱非常明白来讲，无有任何的神会通甲上帝来比拼，那安尼相款的意思，就是讲无有任何一个宗教的仪式会当取代上帝，有同意吗？老师真爱提醒兄弟姊妹，如果若有倒一项代志，倒一项物件，倒一个人。倒一种的礼仪，伫你我的心目中的地位比上帝更较悬，那安尼，迄就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因为咱非常清楚，上帝是无法度被取代的，无有任何一个神明，无有任何一项事，无有一个名人。无有任何倒一个礼仪会通悬过伫上帝。保罗讲得真清楚，因为当阮伫基督耶稣的生命内底的时阵，
受隔离或者无受隔离，拢无有甚物款的关系。只有迄个用听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才算是重要。诗篇13篇，上主啊，你袂记得我要偌久？是永远吗？你面越走，毋看我要偌久？我忍受痛苦，规日心忧伤，着到偌久？我的对敌高声赢过我，着到偌久？上主，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应答我，互我的目睭紧紧，才毋免我困到死去，才毋免我对敌讲我较赢伊，才毋免我的敌人伫我失败的时欢喜。毋过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为你的拯救快乐。我要唱歌称赞上主，因为伊用丰盛的恩典来对待我。阮是偌尔受祝福，会通领受上帝这无通比拼的真神甲救恩。恳求主帮助阮伫信仰上会当分辨，会当坚持伫这个真实的救恩甲真理。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